大家好，我係譚元剔。每逢有我出場，其實啲新聞咧都多數唔係一件好消息嚟啊！嗱，今日要同大家講咧，就係最近喺網上咧引起一個好大嘅迴響啦，特別喺中國大陸嗰方面咧，就有引起好大嘅關注。甚至有啲網民咧覺得咧有啲頭皮發麻，聽完之後，是咁的。係一個即係短視頻嘅平台，因為大家知道大陸好即係 TikTok 啊、抖音嗰啲好 hit 噶嘛。有一個超過128萬粉絲嘅靈異博主，叫做姜小柔。年僅24歲嘅啫。佢平時拍嘅影片嘅題材咧就係啲打假同埋所謂嘅破除封建迷信。簡單啲講咧，其實就係啲靈探啊同埋一啲都市傳說嘅嘢。呢樣嘢新啲哥哥以前都玩過。包括去一啲各大嘅廢棄嘅建築，啲凶宅啊，或者係挑戰一啲民間傳聞嘅靈異遊戲啦。甚至係拍一啲極度挑戰一個大眾底線嘅行為。其實簡單啲嚟講呢，就係希望博取一啲更高嘅關注啊，從而即係提高收視啊。最後就當然提高收入嘅。但係喺今年嘅8月10號啊，佢嘅家鄉幹部同埋親友證實咗一個非常之震撼嘅消息。佢就話咧，姜小柔喺7月15號嘅凌晨，由廣西翻去廣州嘅途中不幸發生嚴重車禍。ICU 咧搶救咗接近1個月之後，最終傷重不治。年僅24歲。呢個消息一出嚟，網上咧當然瞬間就爆炸啦，係咪先？好多人討論啦。到底場車禍係一個不幸嘅意外啊，定係網民所講背後隱藏住一個難以解釋嘅巧合呢？我哋今日就同大家整理一下呢件事嘅來龍去脈。我哋先睇翻呢個時間線同埋個事故本身嘅情況先啊。根據報道啊，事故咧就發生喺2026年嘅7月15號凌晨。當時姜小柔咧就坐車啦，從呢一個廣西翻去廣州。路上咧就發生咗一個嚴重嘅交通事故。意外發生之後，佢就被呢個救護車咧緊急送往呢個中山大學嘅醫院嗰度搶救啦。醫療團隊咧就發現，即係驗傷之後發現咧全身有嚴重嘅多發性創傷，已經係失血性嘅休克，同埋器官功能受損啦，腦部有一個嚴重嘅損傷。由於個傷勢非常嚴重，佢已經陷入咗一個深度嘅昏迷啦，要靠呢一個呼吸機器咧先至可以維生。佢阿媽媽咧曾經喺網上咧公開即係求助啦，希望籌呢一個醫療費。但係非常可惜喺醫院咧堅持咗將近1個月之後呢個姜小柔仍然係冇辦法戰勝呢個死神，喺8月10號咧就離世。事件傳出之後咧，有好多 fans 都感到惋惜啦。始終24歲係一個非常之年紀輕嘅一個歲數啦，走咗。但係隨之而嚟咧，有更多嘅網民啊，就發現佢生前嘅影片咧，即係可能會同呢一件事有關係。姜小柔咧之所以喺短時間之內吸引咗過百萬嘅 fans 咧，主要原因係佢非常之敢搏敢做。喺呢一個靈異啊探靈嘅賽道上咧，佢揀咗一條非常之激進嘅路線，就係挑戰大家最驚嗰樣嘢。佢最出名、最大爭議，亦都係最多人話佢同今次呢一個車禍其中有關聯嘅一件事，就係佢喺一個廢棄咗嘅陰森場景嗰度。就係啦，即係當其時烏燈黑火咁樣啦。佢係着住紅衫，拎住個鐵錘同埋一啲棺材釘，竟然當眾將一個觀音像咧就砸得粉碎。我見網上咧有啲報道啊，係大字標題話佢即係掟爛咗呢一個觀音像之後就車禍。其實我覺得唔係太恰當。即係如果佢咁講嘅話咧，即係搞到好似觀音菩薩去詛咒佢咁樣。但係實際上咧，大家都知道佛教咧，即係你有睇《西遊記》都知啦，即係觀音姐姐啊，差唔多係全個故事入邊係最令人放心啊、最善良嘅角色嚟啊嘛，係咪先？即係觀音不嬲都係。即係善嗰一面噶嘛，係咪先？即係你唔點會話因為掟爛咗個觀音像，觀音就會走去詛咒你？其實我呢一個講法唔妥啊。OK， 但係咧，你掟爛咗個觀音像，有啲人嘅講法係咩咧？就係話
呢一個姜小柔咧，本身佢平時已經做咗好多挑戰一啲靈體啊、一啲靈界嘅嘢噶啦。咁啊，即係加上咧，你今次掟爛咗個觀音像咧，咁啊原本啊可能觀音係保護你嘅咧，而家咧佢就算唔懲罰你啊，佢都收翻嗰啲保護啦，係啦。咁啊變相咧，當一冇咗觀音嘅保護之後咧，咁啊可以馬上發生意外。嗱咁當然啦，其實我覺得直接導致即係好多人覺得啊。即係唔係我覺得我收翻，即係直接導致姜小柔出車禍係另一單嘢，亦都係佢最後出嗰條片。嗱咁，但係我哋將個鏡頭翻去當日佢掟觀音像嗰一幕先。嗱，佢當時咧掟完嗰個觀音掟爛咗個觀音像之後咧，仲講咗話：你哋放長雙眼睇住，睇下我仲可以有幾耐命。如果真係有一日出事啊，我咪當請你食解穢酒，類似咁嘅發言。OK， 嗱當時咧佢拍片嘅時間係5月到嘅，應該係啦。咁啊，我唔知資料有冇錯啦。咁即係話短短隔咗2個月左右咧，佢就發生一個嚴重嘅車禍啦。嗱，當然啦，掟觀音呢樣嘢咧，其實好多過往嘅大陸嘅博主啊，都靈探博主咧都有做過嘅。咁啊，甚至乎我哋古惑仔入邊咧，即係我哋烏鴉咧一開頭掟爛關公像，咁最後佢嘅下場亦都係大家都記得噶啦。好啦，咁啊掟爛咗呢個觀音像之後咧，咁啊跟住咧佢另外最後拍嗰條嗰啲叫咩啊？都市傳說嘅嘢嘅挑戰啦，所謂嗱咁啊，佢就係話有啲 fans 咧就投稿啊，咁啊叫佢挑戰一個所謂嘅恐怖電話。嗱呢個恐怖電話咧就係個內容就係話佢打一個電話俾一個因為車禍不幸離世嘅女仔，佢話即係其實嗰個電話嘅主人咧已經死咗噶啦 ，OK 係即係車禍。咁啊結果咧呢個姜小柔咧真係打呢個電話號碼之後咧，竟然打通喎。咁其實打通都唔奇嘅，咁你車禍死咗，咁你可能個電話屋企人係保管啦，咁啊唔奇嘅。咁但係點解會打通咧？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奇怪嘢啦。咁啊打通咗之後咧。咁啊，最靈異嘅地方就係唔係啲咩恐怖嘢，恐怖啊回音啊叫聲啦，但其實係有回音嘅，就係電話入邊咧，竟然係傳翻咧姜小柔自己講嘢嘅回音。咁我唔知一個咩嘅原理會發生呢件事啊。咁當時咧就我唔知係劇本定係真係咁恐怖啦，係啦。咁啊估唔到啊，拍完呢一個即係恐怖電話挑戰之後，短短幾日。佢自己咧就真係喺深夜咧遇上一個奪命嘅車禍。諗下到底佢呢個車禍同佢做嘅嘢有冇關係呢？咁啊交俾大家去推測啦。因為呢啲始終係你話係咪科學呢？我覺得就唔科學嘅啦。咁但係咪靈異呢？就好明顯有關啦。咁啊，所以呢，即係呢一件事就令到好多網民咧又產生咗唔同嘅推測啦。咁啊，其實我都相信呢，即係更加值得引起大家關注嘅就係咪值得為咗流量？係啦，為咗揾錢，為咗吸引眼球而去做一啲咁嘅嘢呢。嗱，雖然啊，我自己本人呢都係唔相信有呢啲靈異嘅事，因為我自己本身中學就係讀呢一個 RE 嘅，即係聖經啊嘛，係咪先？我讀咗2年，咁啊計埋 repeat 3年啦。OK， 最後呢，我會考係攞 B 嘅，我聖經，即係你可能你睇唔出啦，即係其實我係可以做呢個修道士啊，我可以轉職嘅其實。咁但係我讀咗3年。我連耶穌都唔信啊！我點會信有鬼嘅大佬？因為我當初睇聖經就係當佢故事咁睇啊嘛。咁啊，但係我覺得喂，屌太多漏洞啦，即係無論新約同舊約都好啦。係啊，我覺得太多漏洞啊，信點信啫，大佬你講唔通嘅係咪先？咁啊，你即係一個人，當你連耶穌都唔信嘅時候，你點會信有鬼咧？係咪先？但係個問題就係咁嘅，往往你唔信嗰樣嘢，你唔信呢啲靈界嘅嘢，其實 OK 嘅。係啦，但係你唔信還唔信，你唔可以主動搞佢啊嘛，係咪先？你唔可以撩佢啊嘛，係咪先？大家和平共處咯，即係你有權唔信，咁但係你走去唔尊重佢哋咧，即係其實有時有啲嘢就即係雖然我哋嗱，其實係矛盾嘅，我知啊，即係既然你唔信嘅話，你咁你驚咩啫？嚇，我明噶，咁但係其實有啲嘢咧，你真係人嘅嘢都係矛盾噶嘛，你唔信還唔信，你唔好去搞佢啊，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啊嘛，我哋最經典嘅一句嘢。咁所以就奉勸大家千祈啊，唔好為咗去好奇啊好玩咧，就去做一啲咁嘅行為，咁啊分分鐘，因為真係呢啲所謂嘅報應啊，或者係其他嘢，我哋唔知啊。好啊，最後我真係要再講多次啊！我絕對唔會覺得係因為掉爛咗個觀音像呢，而觀音就令到佢出車禍。呢一個絕對係一個誣衊觀音嘅行為。好啦，我哋今日條片就嚟到度先啦。如果大家有咩感想或者想講嘅嘢呢，咁啊可以留言，咁啊記得讚好訂閱啦。咁我哋下次見，拜拜。